来继续来看进口两个风波争议不断。农业部长陈吉仲甲畜产会董事长林聪贤3暝突然间宣布请辞，施令明仔载生效。陈吉仲讲，今仔日上尾一天做部长，嘛爱甲工课做好势。伊讲辞掉部长了后，伊会回到中兴大学来教册，嘛会继续做农渔民的后盾。陈吉仲是讲甲脑光啊甜，讲请大家继续支持农业部。代表全国农渔民。 陈吉仲讲甲后天目可红，爱大家继续支持农业部。担任部长的上尾一天，嘛表示做好工课。外界不需要把我的去留去连接到任何的一些政治的议题。我非常单纯我农家出身，我以前在大学教书，我也没有派系，我都只知道怎么每天做事情。我99.9%。 都在为台湾农业部门做事。陈吉仲为农委会正副主委接到农业部部长，上任以来，大家拢叫伊是小心男孩。不过陈吉仲讲，面对外界批评我好，伊毋感觉真委屈，因为好好替农渔民做代志，这是伊的心内喜。我2016-520就受到蔡英文总统的信任，那他的信任让我 毫无顾忌的可以做认为专业的事情，经常跟总统吵架，但是他最后都尊重我的专业，都尊重我的坚持，连这一次的辞职也一样。 陈吉仲在昨面册铺文，请辞得到温存。今日上尾一天上班，明仔载部长会会由政务处长陈俊贵来发。原本后日出席立法院专案报告，嘛该由陈俊贵负责。那陈吉仲的长官中央畜产会董事长林聪贤，嘛决定该以董进下。陈部长忍辱负重，那我们在畜产会也一样是一个共同的团队。我觉得如果说他既然请辞了，那我应该 一起跟他同进退，共同承担这样的一个政治责任。2018年记号伊大选，民进党败选，时任农委会主委的林聪贤决定请辞负责。当时陈吉仲是副主委，表态要同齐离开。罗美凤委留代理主委，毛陈吉仲正做农委会做上届主委。不过出任农业部头一任部长，却无到2个月就辞掉。陈吉仲公职生涯7年半时间，毛大家看到伊点伫台湾农业史上留下真侪重要个精彩篇章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